主后2025年3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内外一致的清气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路加福音11章37到54节。耶稣伫讲这话的时，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伊食饭，伊就入去坐倒。迄个法利赛人看到伊食饭无先洗手，感觉真奇怪。主就甲伊讲：恁法利赛人只有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气，毋过恁的内面充满贪欲甲邪念。恁这戆人，迄位创造外面的上帝，敢毋是嘛有创造内面？着摕杯甲盘内面的物件去净化，安尼恁的一切就拢清气。恁这个法利赛人惨啊！因为恁将薄荷、蚊香甲逐款菜蔬奉献1/10互上帝，毋过无重视公义甲疼上帝。其实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，其他的嘛毋通忽略。恁这个法利赛人惨啊！因为恁爱伫会堂坐官位，伫市场口，互人甲恁请安。恁惨啊！因为恁亲像看袂出会梦，人对顶面行过嘛毋知。有一个律法教师甲耶稣讲：老师，你讲这话嘛是在侮辱阮。耶稣因伊讲：连恁这个律法教师嘛惨啊！因为恁将担无法的重担互人担，家己连一支砖头仔都毋肯振动来减轻因的重担。恁惨啊！恁的祖先杀死遐个先知，恁甲因做梦，安尼恁家己证实嘛赞成祖先所做的代志。因为因杀死先知，恁甲因做梦，所以上帝的智慧嘛有讲：我要找先知甲使徒去因遐，其中有的为互因杀死，有的为互因迫害。安尼对创造天地以来，就是对亚伯起直到伫祭坛甲圣所的中间，互人杀害的撒加利亚为止，因所流的血，即世代的人拢着刑。对，我甲恁讲，遐个罪拢会甲恁即世代的人讨。恁这个律法教师惨啊！因为恁将开知识的门的锁匙甲人摕走，家己毋入去，要入去的人，恁煞甲因阻挡。耶稣对遐出来的时，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就极力甲伊攻击，逼伊讲较侪话，当等伊讲毋对，通掠伊的话芳。内外一致的清气。伫19世纪，产褥热是一种常常发生伫妇女的疾病，主要的原因是伫分娩生产的时，产道受到感染。当时有一位匈牙利妇产科医师 Ignatius Semmelweis， 伊发现，医师伫咧接生以前，若会当甲手洗互清气，消毒双手和要接生的器械，就会当有效降低产褥热的发病率。但是伊的呼吁伫当时并无受重视，甚至为着安尼受迫压，直到伊过身几啊年以后，才得到认可。2009年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发起拯救性命、清洁双手的活动，佮将5月初5定做世界手部卫生日。强调手部卫生会当减少感染。
伫古约时代，洗手是宗教礼仪性的洁净，律法条例并无强制规定，所以只有少数犹太人遵守洗手传统。有一位法利赛人邀请耶稣食饭，看见耶稣食饭前无洗手，非常惊异，所以耶稣用恁法利赛人做去手式进行一连串的教导，佮用杯盘洗清气甲内心污秽做对比，直至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要有好了。耶稣为甚物安尼指责因？原来法利赛人用十一奉献作为疼上帝的表征，却忽视上帝的正义和慈爱，无对善车人行公义，因要贪图尊荣和名誉，佮好亲像无做记号的坟墓，互人沾染着无洁净。若是律法教师将奥得担的重担放踮别人的肩胛头顶面，因修造先知的坟墓，这个先知就是因的祖先杀害的，因拒绝进入知识的门，也阻挡别人入去，互家己和别人拢变成做是无知。这时，耶稣指出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的问题，是咧责备律法主义带予人的限制，并毋是否定律法。律法犹原有伊的功用，但是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却是按照家己的欢喜，选择性遵趁某一寡法条，致使因所讲的、所教导的，和实际生活所做、所展现的，并无一致。因看起来若像敬虔地遵守律法规定，实际上却是选择对因有利的才要遵守。这拄好是因要受灾祸的主因。相款，咱也应当省思，咱的生命实况和信仰行为是虚有其表，或者是咱的性命和信仰因为悔改蒙主更新业力，但愿咱袂单单注重外表的敬虔洁净，搁较要互性命侵占，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、赦免、清气，互咱的外表也因为圣神的光照有所改变。有人讲宗教拢是劝人为善，但是搁较侪时阵，咱却看到宗教劝人为善。今仔日耶稣提醒咱爱活出内外一致的性命，互咱的性命会当彰显上帝的公义甲慈爱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的信仰甲性命有内外一致无？伫生活中，我的信仰甲性命有内外一致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面对你的教导，求你互我毋是选择性的遵行，祈求圣神光照我，帮助我操练敬虔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基督，帮助我活出言行一致的信仰性命，我内心的性命和外在的行为，拢遵行你的话语，体贴你的心意，做主耶稣的真门徒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